甲白兰锁，伊是咱的好朋友，嘛是咱的妈子。天父是咱的牧大牧者，也是咱的诗歌，也是咱的智慧，听信心甲望的源头。即咱用我的心这首诗歌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我的心啊，你着学路耶和华，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哦，我的心啊，你着学路耶和华，世间万物拢着学路伊。春夏秋冬，四季变换，咱的主每时每刻在看顾。伊踏地人学路，开大声称颂伊。我的心啊，你着学路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着学路耶和华，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哦，我的心啊，你着学路耶和华，世间万物拢着学路伊。春夏秋冬，四季变换，咱的主每时每刻在看顾。伊踏地人学路，开大声称颂伊。我的心啊，你着学路耶和华。咱来感恩认罪的祈祷，咱来读这段的圣经，咱做伙来读。我的主民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生产。我的目睭要看，耳孔要听伫这所在所献的祈祷。咱这是来感恩认罪的祈祷，感谢天父，感谢伊永远不变的听来听咱。总是，阮若要承认，阮无真心、真心、真意听你，常常惊你无欢喜的事，常常做歹的事。求主你来赦免阮，得罪你的言语、行为，也是心思意念。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感谢你，引带咱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因为我们信靠你，我们尽职来向前无体。亲信恩望我靠你，一切就会当来完成。听我的主上帝，我感谢阿罗你，因为你的主爱到永远。主啊，我感谢你丰盛的主爱，赦免我无够听你的罪。愿你恩典的手来扶持我，在你的听的中间，我会当真心、真心、真意、真力来听你。主啊，阮谦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承认阮的软弱。求主你来光照阮的行为、思想、意念、言语上犯罪。求主阮赦免阮有意无意所犯的罪。主啊，求你赐我恩膏，帮助阮脱离俗世的罪恶。求你听阮的祈祷，洗净阮一切的不义，赦免阮一切的罪，互阮的灵魂体拢会当得到形成。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阿门。接着咱要移地甲讨棒的祈祷，咱来读这段圣经。我命令你，就勇敢壮大，
唔通惊，唔通错，因为你无论去倒位，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咱为了咱家己的身心灵得到医治来祈祷，这是咱来邀请主耶稣成做咱的主，将咱的过路、将咱生活的重担来交托主。兄弟如果你的身体无啥爽快的所在，求你用你的手来换嚟你无啥爽快的所在，咱做伙来为着每一个人来祈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亲爱的爸兄弟，阮是软弱，需要主你来甲阮同行。经过人生的风波，求主为了开路。我们屯屯听候求主的安排。听我的主上帝，我感谢在愿主来掌管甲治理。因为你的主爱到永远，主啊，我来感谢你丰盛的主爱。下面我无够听你的罪，愿你稳定的手来扶持我。你听的中间，我会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听你。主啊，我谦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向你承认我的软弱。求主你会光照我的行为、思想、意念、言语所犯的罪。求主你赦免我有意无意所犯的一切的罪。主啊，求你使我恩膏帮助我脱离俗世的罪恶。求主你也听我的祈祷，洗清我一切的不义，赦免我一切的罪。互阮的灵魂体拢会当得到形成。主啊，阮也要为着阮的身心灵来祈祷。主，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阮的力量，是阮的患难中即时的帮衬。你知，阮的身体软弱，常常病痛，阮的年纪有时，阮的体力衰退，毋知怎样是好。但是，阮相信，阮伫困难的中间。我来到你的面前，一定得到帮助甲安慰。我来相信你的医治的能力，但是你有主权，我只有顺服离你的面前，求主你的慈爱恩待我，互我得到你的讨棒甲医治。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咱来为了主之守望来祈祷，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祈求教义丰富的荣耀，通过伊的信心所赐的气力，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心来点伫恁心内，互恁定军的基基伫听，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听是遐尔长、宽、悬、深。搁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的听，互上帝完善，互恁完全充满。咱为了组织服侍人员来祈祷，求做恩膏所有的同工，接受咱也要为着总会来祈祷因为祈祷的事项是为了总会事工、经费甲同工。求主来保守、供应、甲带领。第二，咱来为了本主祈祷见证会，求主透过兄弟姊妹的见证，做伙来领受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咱也要为了第10组来代祷，求主你来带领每一位组员，拢会当读经祈祷，灵命日日成长，永成一人。求主你来保守看顾每一位组员出入平安。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求主使我组员甲厝里人身心灵健壮，病痛得到医治。咱做伙开声来祈祷。请爸爸上帝，阮只是要来为着教会牧者团队甲所有事工来带到。亲爱上帝，你将阮整教会放伫中东的组织的中间，一定你有美好的旨意。我若接了这个组织，讲传福音。求主互总会亲像初代教会一样，领受对天来的启示，落实真实伫台湾的人民的生活中间。愿你的旨意丰富成就伫这个总会组织中间。愿主保守、供应甲带领，本主的祈祷见证会，
求主你也透过兄弟姊妹的见证，做为来领受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也要为了第10组来祈祷，求主互因有谦卑受教的心，爱慕主的话，每一天固定灵修读经，灵命来得到成长，互因愿意来分享生命，互因来会当愿意来服侍，应承一人。求主保守所有组员身心灵健康，保守因的家庭、工作、因的人际关系、因的感情，拢有主你的帮助，甲经历你的疼甲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最后用主的文来做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咱做伙来吟圣诗618首，咱着信靠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咱着信靠上帝，真情全无退。真心望靠主来行，一切工作为正，行遐咱着拄去，茫茫地雷击，上帝知影咱一切苦难。灵命体贴帮赞，经过人生风暴，求主为咱开路，吞论天后求主安排，到每平安主宰。愿主掌管地理，但以命令之心，就在
求主奇妙成就，得回款能拯救。但愿无论是愿，但保真理无算。宣扬救主听透名字，必高临终一息。主你在万软用，检查念头使用，有你在万软用卡手。那是夫妻保守。咱同心来祈祷。阮亲爱的天父主耶稣，阮感谢你，甲阮同在。阮要学罗你的名，阮的喙唇要唱诗歌学罗你。因为你是阮独一的神，阮信靠你，因为你是阮的快乐。感谢主，你不变的疼。主啊，有时阵阮软弱，求主赦免阮的罪，求主帮助阮的心，无互世界迷惑，阮的脚无互黑暗动摇。求圣神引带阮行正路，感谢主。主啊，伫阮拄着困难的时，要爱记得你的名，爱记得求叫你的圣名，因为你是阮的平安，阮的心有平安，就袂惊吓。求主听阮的祈祷，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启用文第23篇，就是诗篇96篇。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队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这大，应该上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生命应该搁较受敬畏，因为外邦的生命不过是偶像，毋过上主创造这个天，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关联甲荣光充满伫伊的圣所，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荣耀甲关联归互伊。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着带祭面进入伊的殿院，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着伫伊面前平兄皮皮喘，这声着对万国宣布上主最王，世界坚固袂动摇，伊要用公义审判万民。天着欢喜，地着快乐，海甲内面的画面拢着出大声，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树林内的树木拢要伫伊面前欢喜唱歌。上主得来啦！伊要来审判普天的，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伊要用信息审判万民，请圣歌队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去伫石盘顶。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第1节到第8节。提摩太后书4章第1节到第8节。伫上帝特要审判所有活人甲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搁因为基督要显来做王，我心中欢呼你，着传导你，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拢着坚持去传，着用最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督责、鼓励，因为时机要到啊！迄时人听袂落健全的教师，毋耳孔，毋听真理，反倒趁家己的私欲，耳孔上，聘请一个搁一个教师来讲甲伊听无影者的传说。总是你凡事着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者的工作，真理做上帝采用的本分。当我牺牲家己献互上帝的时到啦，即阵就是我离开世间的时。美好的竞赛我已经拼了，着走的路程我已经走完，着受的信仰我已经坚守。义的法官现在已经为我准备好势，主公义的审判者，伫迄个日要互我，毋但互我，嘛要互拢总行无伊显现的人。以上，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管理上帝的家，管理天顶的家，管理天顶的家。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进入伫烧热的热天的中间，也感谢你赏赐阮有舒适的所在，会当伫遮来敬拜上帝。也赏赐阮有舒适的厝体，会当伫厝内底来经营家庭的关系。阮也恳求你赏赐阮伫天顶有一个舒适永远徛起的所在。通过你的话语，互阮通明白，也当尽力来起做拍拼。阮将上帝你的话对阮的心来讲明，安尼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通过去即几礼拜中间，咱对彼得前书到伫彼得后书，知影咱做一个基督徒，就爱对1楼爬到几楼，到8楼，然后到8楼以后，还阁继续来爬即个梯，互咱的信仰会当进步。通过提摩太前书到今日的后书，咱嘛知影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有即3个家，一个是家己的家，一个是上帝的家，一个是天顶的祖家。这3个家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家己的家就是爱来经营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甲家庭对内对外的关系。上帝的家，咱爱带心做，就是爱做一个属上帝的人、属神的人，爱来征战迄个神的征战美好的仗，然后嘛爱定迄个军，就是好的军旗。这个军旗是帮助咱将这个上帝的家会当透到伫天顶。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要来安怎样好好来管理咱伫天顶的家。这个天顶的家是上帝国权柄上帝国权柄甲荣耀，嘛是咱伫主祷文中间，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权柄甲上帝的荣耀，上帝所要带领互咱的。通过今日的提摩太后书第3章17节，第3章的最后一节讲，一个属上帝的人，这就是管理好上帝的家的好管家，伊会当得到完全来备办行逐款的好事啊！为什么一个管理上帝教会的工人会当来行逐项的好事，
平常时咱若生活事事过了袂歹，要做好事，经过车头要分一寡钱互人，也是咱要送一寡米互别人，也是咱要送物仔互需要的人，无问题。但是咱若是伫即个逆境，伫即个经济歹、局势歹时阵，咱犹原会当坚持要来做即个好事，这就是无简单。是咧属上帝的人，伊会当伫顺境逆境的中间，伊拢知影安怎样来行好，因为伊知影安怎样来管理上帝的家，伊嘛知影安怎样来管理好伊伫天顶的家。伫提摩太后书的第3章16节，第一节是华语，请大家做伙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第二节是台语，咱嘛用台语来读。全部圣经是上帝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所以所讲的这个圣经，指的是指。毋是圣经提摩太后书这本批信，所指的是指全部的圣经，规本的圣经是要互咱有利益，互咱得到这个利益，咱才会当伫顺境逆境得时无得时，拢会当来做传道传福音的工作哦。所以圣经讲这个提摩太后书讲，圣经是上帝所默示哦。伫和合本讲是上帝神感动来写的，上帝话来创造这个天地万物，总是咱是尊叹上帝的话来建造咱天顶的家哦。所以请甲咱隔壁兄弟讲，咱尊叹上帝的话来建造天顶的家，咱尊叹上帝的话来建造天顶的家。所以天顶的家，即个一针一块针啊，一块针啊，是咱每一摆将上帝话来遵守、遵探，安尼一针一针来起咱伫天顶的祖家。所以保罗伊也提醒提摩太，爱知影上帝话既然遮重要，安尼你爱知影，什么人教导你，你的圣经是对什么人学的？这个圣经规本的圣经是谁甲你教导的？是你的主日学的老师，也是你的父母，也是你的阿公阿嬷。提摩太是伊的妈妈甲伊的外妈，自细汉就来教伊明白这个圣经全部的内容，然后除了教伊，搁爱甲伊考验，爱考试，爱知影伊是毋是有来明白了。所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咱的圣经甲什么人学的，第二个重点，咱咧读圣经。咱有读是毋是有明白？使徒行传第8章，即个使徒腓利，伊去传福音拄着一个对非洲来的太监是犹太人，坐伫车底咧读即个神以赛亚书的时阵，伊咧读，但是伊读无，所以腓利就去咧甲伊问：你所读的，你有明白无？伊讲无人甲我教，我太会明白咧。所以腓利伊就来教伊哦。腓利为什么会当教伊呢？因为伊有学着圣经，伊知影圣经所要讲的内容是要指一罪啊，是要指一罪，就是要指耶稣。所以伫3章到第4章，这个圣经遮尔重要。然后保罗伫第4章讲，上帝将来的国度审判甲显现的这个耶稣的面前，咱会当建立咱天顶的家，嘛爱来好好管理啊。咱来读第4章第1节。我伫上帝面前，并在这个搁一解这是和合本咱用华语来读。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显现，就是上帝恩根啊。所以保罗交代提摩太非常重要的代志。这个代志呢，有两个见证人，一个就是上帝，一个就是耶稣。保罗将这两个拢请出来，讲我即马要反悔的代志，是将来的国度、将来的审判、将来的恩根非常重要的代志。这个代志是什么代志呢？就是后面的第2节，咱用台语做伙来读第2节。着传道理，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拢着坚持去传。
就用最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督责、鼓励。好，是咧写啥物？保罗伊伫人生的最后的路站，最后的上重要的吩咐，就是甲提摩太讲，着传道理，就是意思讲爱传啥物？传福音。但是这个福音是啥物？是毋是叫人信耶稣那定？好，这张相呢是伫平湖挂彩锦会，挂彩锦，锦会的这个孤儿院啊，已经经营要成100年啊。好，这张相嘛已经是一个老照片。这张相内底看起来真热闹，很热闹。但是这人拢是孤儿哦，都是孤儿，就是无老爸、无老母，毋是无爸母，是伊的老爸老母袂当饲伊，也是无爱饲伊，也是家己生出来，然后就放杀伊。互伊伫即个孤儿院伫遮来大汉，到你看到相片，遮尔大汉，搁住伫孤儿院哦，无一个厝。有时阵呢，咱咧传福音的时阵，嘛是伫生产制造真侪属灵的孤儿。什么意思？我们去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教人讲爱信耶稣，耶稣听你，就爱来教会，你就爱来信上帝。但是伊相信讲好，我要相信。但是无甲伊养饲，无甲伊照顾，无甲伊关心，直到伊成做一个属灵的什么孤儿，无爸无母啊！想甲你传福音呢，毋知影，就坐公车的时阵，一个人甲我传福音，讲我爱来信耶稣，我就甲伊信耶稣，结果伊就无去啊！听起来有没有很像？好，这个老爸老母囡仔生咧，然后就甲伊生出来，放了以后就做伊去啊！伫咱的台湾，甚至教会中间，足侪基督徒是即个属灵的孤儿。伫路边，人甲伊传福音就来洗礼；伫厝内底，一个浴巾，浴室的即个浴缸内底就甲你洗礼，无甲你上课，无甲你教导，无甲你教你安怎来读圣经，然后就甲你讲你洗礼啊，你即马是基督徒啊，好再见，家己靠你家己放牛安怎食草啊，伊就毋知讲。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毋知影我安怎样做一个基督徒，这就是属灵的什么孤儿啊！好，所以你是属灵的孤儿，请不要举手。好，我相信咱中间有人可能不是安尼来信耶稣的，但是你即马有伫一个教会，你若有即马要有参与伫聚会有小组，安尼恭喜你，你已经不是属灵的孤儿。好，所以请甲咱隔壁兄弟甲伊讲，咱拢毋是属灵的孤儿。保罗甲提摩太讲，你爱传道理，但是你嘛爱做下骹遮的代志，百般的宽容、教示、责备、警戒甲劝勉，毋是讲信耶稣买信无爱信，信好安尼做你去，毋是你着爱个吞忍宽容伊。无论环境怎样，这人过了好甲歹，你嘛爱对待伊好款待伊。不管伊的身份是怎样，伊是台湾人，伊是中国大陆出世的，伊是客家的，伊是原住民，甚至伊是日本，伊是外国人，咱拢爱用圣经的话继续来教示，甚至伊做好做毋好的时阵。特别做毋好的时阵，嘛爱责备伊，毋通继续做歹，毋通继续讲白贼，毋通继续偷摕，然后嘛爱警戒伊、劝勉伊，无论因的身份地位偌悬，就算讲伊是一个董事长，就算讲伊是一个 CEO， 就算讲伊是一个大头家，但是犹原拢爱照圣经的标准，这才是传道理，着传道理。所以传福音毋是只有叫人信耶稣，传福音是爱将规本的圣经来教导伊，这就传道理啊。所以真搁甲你另外一个边仔另外一个人甲伊讲，传道理就是爱教伊规本的圣经，传道理就是爱教伊规本的圣经啊。讲到安尼，咱规本的圣经有读较清楚无？表示讲，咱嘛需要有人来陪伴咱来读圣经啊！所以为什么牧师早时、暗时，要来伫网络，要用上介简单容易的方式，就是咱大家拢爱做伙来学习、来读圣经，因为咱爱明白
咱的圣经是甲上帝通过圣经来学的，咱对圣经的明白甲了解，才知影啥物是对，啥物是毋对。传福音毋是要来制造属灵的孤立，是爱互因有一个完整属灵的家。咱看保罗先生家己3摆传道报道旅行，伊是毋是去传福音，传了后转去就无伊的代志？无，去一届，搁去第2届，去第2届无够，搁第3道，第3道无够，搁去，搁再去，搁再去。但是我伫美国咧服侍，看到真侪美国的教会，因讲伊要去传福音，有时阵讲去迄个所在，今年去遐，明年去遐，后年去遐，然后遮个人就无搁联络。所以伊去遐带人信耶稣，带人决志了后，遐人尾仔变做安怎样，伊嘛毋知影，真无彩。而且保罗伊伫哥林多一住就是1冬半，去到以弗所伫遐住要3冬。然后，伊毋是只有伫遐写，伫遐住伫遐，伊阁有机会，阁转去，然后阁写批，写批以后，阁叫因爱传，大家拢爱读，就是咱即马今日嘛读有着的。然后将伊所读的批信，拢爱来坚固，做伊属灵的囝儿啊。所以咱看到保罗，伊在传福音、传道理，伊嘛是在建造伊的同工啊。伊伫即个以弗所有真侪同工，伊伫哥林多遐嘛有比列多即个白基啦、亚居啦，做伊真好诶同工，甚至阿波罗也是伫即个哥罗西，每一个角落所在，伊伫迄个所在传的道理，就是伫来做建造伊诶同工。所以毋是制造一寡属灵的孤立，是来将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家带到迄个所在。第二个，咱要管理天顶的家，咱爱学习爱有权柄。权柄是啥物呢？就是爱做传教者的工作，尽咱的职分。咱做伙来读第3节到第4节，因为时机得要到，迄时人听袂落健全的教师，耳孔毋听真理，反倒吞家己的私欲，耳孔上。聘请一个，搁一个教师来讲教义听，无影者会传说。末期的时，耶稣特别来的时，人袂当听健全的道理，就是袂当听即本规本的圣经。大概听就是听福音书，大概听就是听新约，大概听就是听耶稣的行新约。但是讲到旧约，讲到先知，讲到律法，讲到遮个历史的批信、历史的圣经，无法度听，因为听无明白，听无明白以后安怎，就喊去无聊，规气做家己来度过，甚至嘛无想要去了解，无想要去知影，所以就愈听迄个新鲜的，听迄个趣味的，上爱听迄个有笑诼，讲一寡故事，讲一寡趣味的，简单明了。记会牢，这毋是歹代志，这是陈道雄牧师的即个名言哦。但是呢，要安怎将上帝话会当变做简单明了、记会牢，这是原来是需要操练的。但是因为安尼，人煞伫即个中间来离开圣经，听家己介意要听的，所以才讲到即3项，人无永稳端正的教示啊。照步来，圣经一本一本、一章一章、一节一节，无爱听。伊要听的是迄个甜点的，迄个素食店的得来速的。免讲遐济，互我5分钟，每日清晨5分钟、3分钟，甚至1分钟，安尼就好啊。毋通迄个15分钟的，迄个半小时的，毋通迄个1点钟的。因为无时间啦。我食迄个甜的就好，食素食的就好。人呢爱听侪先生照家己的私欲啊！我即马感觉我身体欠安，上好讲一寡我身体健康的。我即马欠钱啊，上好讲一寡股票，报一寡名牌。我即马呢需要去倒位佚佗旅游啊，上好讲一寡去倒位佚佗参观，游览，互我听一个事事快活，照家己所爱，毋是照上帝所爱，然后就因为安尼。越头毋去听真理，去无影食的话就是不实的传说。这个图呢，是一个英国讲道王子叫做司布真。
伊在讲，圣经呢是一本宝藏。当咱要找圣经的内容，要找圣经的答案，你毋免去外口找，你伫圣经的内面就当找到圣经的答案。这是我真深的体会。咱要认捌上帝，就是爱看圣经。圣经读无的时阵要安怎？就是爱读更较侪的圣经。甲你隔壁还在讲，圣经读无就是爱读更较侪的圣经。圣经读无就是爱读更较侪的圣经。因为只有圣经会当帮助咱来明白圣经啊，所以圣经早就将这个世界安怎开始，到这个世间要安怎结束，人对倒位来，为什么爱结婚、娶某、生囝？为什么爱有教会？为什么爱做礼拜？为什么爱奉献？为什么人爱服侍最根最严？早就拢写伫这个所在。咱无需要搁去外口去 YouTube， 还是搁去倒位去找其他的讲师、教师来甲咱教讲，咱着安怎样生活，咱着安怎样来找头路，咱着安怎样才当考了第一志愿。无需要，因为圣经早就已经将咱人生所拄会到的问题，拢写伫即内底。总是人无爱找圣经，煞爱找假的教师，侪的先生。这假的教师，伊就教，互咱听一寡新鲜趣味的，然后用一寡电风，才画一支电风，叫做异教之风啊。就是别款世俗的教导，一下即个叫做 New Age， 叫做啥物新世纪，一下是这个超冥静、这冥想啊、超觉静坐啦，打禅啦，然后也是爱安怎样用无共款别个宗教的，摕来遮斗一个，遐摕来遮斗一个，然后将圣经安尼来解说，甚至讲一寡上帝家己毋捌讲过的话，上帝讲爱安怎样，其实圣经敢有安尼讲，上帝敢有真正安尼写？你看，即个创世纪的第3章，迄个蛇去甲夏娃应用的时阵，蛇所讲的遐个话，敢真正是上帝讲的？伊去改编上帝的话，然后夏娃听入去以后，伊阁相信以后，阁叫伊的丈夫转来嘛食。所以，即种的假教师、假先知所结出来的果子呢，就是下骹即箱，已经拢烂去啊。拢臭起来、漚起啊，根本就袂当食，无营养，食了即个歹腹肚的这个果子哦。因为马太福音讲，好的树结好的果子，无好的树就结歹的果子。所以咱会当对一个人的行为，对一个人伊的路尾来看出，这个人伊到底是结什么款的果子哦。第4章第5节，安尼写：总是你凡事着谨慎，忍受苦难。后壁讲啥物？做传道者的工作，尽力做上帝找因的本分。这个传道者，毋是讲咱一定拢爱去考神学院，一定拢爱做传道、做牧师、做牧者，毋是每一个信主的人就是传道者。所以请甲牧师讲一解：我是上帝的传道者。我爱传圣经的道理，我爱传圣经的道理。你有相信你是一个传道者无？传啥物？上帝话，传圣经的道理。咱就是一本会晓行路的圣经。甲你隔壁讲，你是一本会晓行路的圣经。昨日拜六礼拜暗时，牧师就穿一领红的伫内底，外口踏一领乌的，伫台顶咧讲道。结果礼拜煞以后，青年伫遐食宵夜，就甲我讲一句讲：牧师，我觉得你站在台上好像一本圣经。我讲为什么呢？伊讲我好像那个和本，外口是乌的皮，内底是红的肉，即个红的纸吼。讲我是甲一本圣经徛在遐呢。想想嘛真趣味。但是咱每一个人拢是一本会晓行路的圣经。你安怎生活？你安怎讲话？甚至伫你的房间、厝内底，甲先生、太太做伙时阵，就是代表你读的圣经读到倒位啊！如果你若讲粗俗的话，安尼你的圣经可有只有皮尔。如果你讲的话拢是感谢的话，拢是懊恼的话，拢是祝福的话，安尼你就读到圣经的肉。你有读到内底，你有去将这个话读到，
然后佫有去行出来。咱拢是传道者，做传道者的工作啊。总是真可惜，咱家己袂晓读圣经，咱佫请外口的人读圣经，结果伫以弗所教会提摩太，因迄个时代初代教会请外口的人来讲道，结果请着假教师。假教师伊圣经只有讲部分的真理，真正的教师是讲全部的真理。假教师是讲人爱听的话，真正的教师是讲迄个人无爱听的话，但是是圣经有讲的话。假教师是无爱甲人相争，无爱甲人辩论。哦，你讲我讲毋对，好，我嘴点点，甲我去找别项来讲。真正的教师是无咧避免，真诶就是真诶，毋对就是毋对，吼，绝对袂当黑白斗。假教师是唯我独尊哦，拢听我的，吼，拢听我讲就好，恁拢莫讲。但是真诶教师是开放，来，大家讲，大家讲看卖啊。真假教师呢，吼是无鼓励信徒做思考，吼，这个话读了学起来好，背讲三解，会记了好，安尼就好啊。但是真正的教师是讲，转去爱阁想弥粒安怎散书，吼3次就是早时、暗时、早透早入时甲暗时。上帝今日互咱一句话，至少你着爱甲想3解以上啊，吼想3摆以上，咱爱思想。假教师，吼，伊无爱人管，吼，甚至伊家己嘛管理袂好。真正的教师，吼，是愿意受人的监督，吼，你摕汉镜来看，你摕显微镜来看，拢无要紧，因为才知影讲家己倒位需要纠正，家己倒位需要来成长啊。咱拢有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咱是一本会晓行路的圣经，这是上帝互咱的特权。咱所讲出来的话，就是咧讲圣经的话；咱所咧做的事，就是咧分享圣经的原则甲教导。你有愿意用这个权柄伫你的生活中间来行出来无？这就是咱咧起咱天顶的家啊！最后，咱伫天顶的家是有因根，这个因根就是保罗所讲的有公义的免流法官为咱来备办，伫天顶咧听候咱啊！第6节。咱做伙来读，因为当我的会在做冠殿，我过世的期到啦。冠殿吼，就是古早吼在献祭时阵，吼用油，还是用酒，还是用水，拼即个香伫即个祭面的顶悬。保罗讲，伊家己就是一个活活的祭，伊即马准备要来献祭，将家己的身躯经过火来烧，互上帝来用。讲我的时已经到啦，然后第7节，吼，咱来读。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已经进跑走的路战，已经守所信的道理。这3句话，吼，这个征战、甲这个跑走、甲守道理，吼，你会当亲像拳击，你当亲像马拉松，你当亲像一个足球员，好守什么？守那个足球的大门，好，唔通互这个派，互对方的球踢入来。好，咱就是爱信用，好，爱一直做一遮的操练、锻炼甲训练，到什么时阵的第8节做伙来读。打了后，有义的免流，甲我备办下地，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师，伫迄日要互我，唔那互我。也要互紧那希望伊显现的人。保罗讲即句话时，甲提摩太讲，这个代志我拢在做，一直在做，久久长长在做，而且已经拢做到有够。我嘛相信上帝照伊所讲的，伫天顶已经甲我起一个天顶的家，天上的家在等候我。但是毋是只有保罗有即间厝，是每一个希望耶稣显现的人，拢会当得到。才有2个世界出名的运动员，倒边是一个苏格兰人基督徒，叫做 Eric； 正边是一个立陶宛人，是一个犹太人，叫做这个Abraham， 亚伯拉罕。这2个人咧，拢是迄当时足够走的人，拢真出名。因伫同一年，要来参加世界运动会，就是奥运。迄年呢，就是1924年哦，拄啊100年前，起码是2024。迄届奥运办伫倒位呢？今年奥运办伫倒位？巴黎
100年一个奥运嘛是办伫巴黎啊，嘛是同一个所在。好，奥运上届好看是倒一个比赛？100公尺，男子还是女子？男子，哈，这是全部的人要看的，就是唔知的人嘛，至少爱看这场啊。谁是世界上跑最快的男人？好，迄个就是走上紧的动物安尼吼，吼，啊就看是倒一个人。这两个拢足够走的，拢真够走。但是呢，一个是犹太教徒，一个是基督徒。因呢，吼，就是为着这个真做一出电影，吼，叫做《烈火战车》，吼。可能这个电影你毋捌看过，吼，但是呢，你若听到这个电影主题曲哦，你就知影这是倒一出的，较大声一撮。好，有听过？毋捌听过啊？好，这个音乐，这个配乐呢，好，就是1981年哦，好，这个英国所拍这部，用这个人的故事来拍这出的电影，好，来演的这个故事啊。这两个人呢，好，谢谢，好，可以稍微小声的。在迄个走的迄日，好，要决赛的那一天，好，伊拢足厉害，初赛、预赛啦、初赛啦、复赛啊，到最后的准决赛过关斩将，全世界人就单要来看这两个人到底什么人上高走，好像是全世界跑最快的男人。结果要走的决赛迄天，好，时间排出来，迄天拄好是拜几？礼拜日啊，好，礼拜天，犹太人拜六安息日，好，袂当出来做代志。基督徒礼拜日安怎？爱做礼拜，迄当时佫无直播，好，佫袂当炸手机，我在咧线上参加礼拜就好啊。伊即个呢，倒边即个 Eric， 好，伊就坚持讲礼拜日是上帝的日，即个时间是上帝，所以安怎？弃权，好。弃赛，吼，我无爱比啊，吼，这对真侪人来讲是无法度想象。我一世人认真打拼努力，就是为着咧等即天，就是咧等我即场，吼。凡是我即届无走，4年以后我过来走，我就老啊，吼，我搁要拼这个100公尺，就无可能啊。但是这个 Eric， 吼，做一个决定，讲迄天伊无爱走，迄天是上帝的日，伊要去做礼拜。伊就放弃啊，所以像吊顶，好，就是这个 Abraham， 好，伊吊顶啊，好，伊真做1924年全世界走上紧的查甫人啊。但是呢，这个故事的精彩，好，不是伫这个所在，这个故事的精彩，好，是讲尾啊，好，这个 Eric 的队友哈，好，将另外一场的比赛的冠让予伊是400公尺，好，400公尺的田径。好，这400公尺的 Eric 伊毋捌去比过，好，他没有参加过，好，伊拢是咧专门拼迄个100公尺的，所以在拼的时阵呢，好，伊就去用上帝的时间，好，赛表出来的时阵，好，不是礼拜天，所以他可以参加，然后他就用上帝的时间，底下来训练，结果伊伫迄个400公尺，不但拿到金牌哦，摕到金牌，然后佫安怎？破世界纪录啊，打破世界纪录啊！所以这个人呢，伊的故事，互咱看到，伊为着上帝来走，就算讲伊当摕到这个金牌的机会，伊嘛甲伊放弃掉，给他放弃啊。黄莺莺，吼，咱知影这个足够唱歌的歌手，吼，伊有唱这首歌，然后佫甲翻做是中文的歌词啊，歌词写到真水啊，来，请播放。好，咱来看这首歌的歌词，中文的歌词。再大声一点，谢谢。那个下面的。可以把滑鼠往上移一些，好。The circles together, hold hands to the sky. The freedom of running, the freedom to try. Whenever the running man awaits to challenge the glory, he knows that he can.
最后这句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哦 ，A Race to the End， 就是一场爱走到完的比赛，要跑到完的比赛哦。结果这个 Eric 伊摕到400公尺的金牌，伊会当以前返乡吼，公赢倒转来吼得金牌，但是伊无转去伊的故乡苏格兰，伊走去对呢，吼，伊阁走去中国哦，走去中国创啥物？去遐宣教，因为伊的老爸是一个宣教师 ，Eric 是中国的天津来出世的，所以就转去中国，去到伊细汉的所在，继续伫遐来传福音。伊讲一句话，吼，英语的讲，当我伫走400公尺，头前的200公尺，我是下死命并尽全力在跑，但是后壁出的迄200公尺，伊无做即种的训练，伊拢敢走100。这等于是他的4倍哦，伊的4倍。讲后壁出的迄200公尺，我知影还是上帝互我的气力在走的，好，所以他跑出一个世界纪录啊。这个 Eric 伊最后去到伫中国，结果伊去到日本，迄阵中国甲日本人，好，这卢沟桥事变开始战7年哦，7年了后，好，这个2次世界大战特别结束进前半冬，伊去到日本兵抓着，好，关在囚犯俘虏营。伫遐来破病，最后死伫迄个所在，只有45岁。45岁，虽讲伊的人生真短真少年，但是伊做任何的事，拢是尽力来走。伊为了耶稣来放弃迄个100公尺的金牌，但是上帝予伊一个400公尺的金牌，佮破世界纪录。然后佮较水的是伊来做一个宣告传道者。传规本圣经的道理，互人来跑走人生着跑走的路山。所以，咱爱真正迄个好的真正，着爱走迄个走的路，迄个所信的道理，着爱来守条。好，所以伫这个音乐中间，好，咱当看到，好，这是过去、未来式、现在式甲过去完成式。好，咱的真正咱的信用是对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咱拢爱愿意为着主来牺牲，为着主来拍拼。看到 Eric 的故事，你有受感动，你有感觉你需要为着耶稣来放弃什么、牺牲什么无？有时阵咱想要定调的，咱想要追求的，但是上帝要互咱更较好的，但是咱的手若无放开，咱就只有定着即个物件尔。但是咱若手开开，上帝啊，交互你，我愿意牺牲，甚至我的命嘛，互你来使用。凡是上帝要互咱的，是超过咱所求，甲咱所想的。咱会当去天顶的厝，是因为咱尊叹上帝的话。马太福音耶稣山上教训，山上宝训讲，华语咱做会读。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听智慧的人是听到话怎样去做，伊的厝就起伫石盘顶；听到无去做，伊的厝是起伫倒位？沙土的顶悬。所以，咱的石盘就是耶稣基督，咱天顶的厝。就是起伫耶稣的厝，上帝的教会的顶悬。所以咱毋是只有爬到伫迦南教会的8楼，咱爱伫迦南教会的8楼继续向顶悬来爬，继续向顶悬向上帝国来爬，将上帝的厝该起伫这坚固的石盘顶，就是爱将上帝的话听、读、消化入去，然后爱行出来。咱就是一本会晓行路的什么？咱拢是一本圣经，别人世俗人、世间人还未信主的人，看到你就知影讲圣经在讲什么话。今日咱若即礼拜有小组来咱分享伫提摩太前后书，咱有学习什么要紧的功课，然后为着上帝国权柄甲恩根，我愿意来牺牲什么，要得到迄个更较好、更较永远的免流。然后，咱嘛当个人祈祷讲，上帝，你互我伫教会来起造天顶的家，迄个家将来我要去的所在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然后要紧的是，咱的祈祷中间爱常常祈祷，我咧读这本圣经，我是咧对什么人读的？
是毋是对信心保惠师？约翰福音讲，信心来，信心就是保惠师啊，信心就是真理的导师，信心来就是要来帮助咱通明白，佮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咱需要读圣经，需要有信心的帮助，咱爱求主，互咱管理好家己的家，爱服侍上帝的家。将来当因根去到伫天顶的祖家，咱有三个负担，这三个负担，你会当写落来，就是当我人生要结束以前，有啥物代志是上帝托付予我的，我就爱尽力来跑走。啊，是我走袂了，我做袂完，但是求上帝也帮助我，互我会当将这个代志交予别人。如果请我来分享。我会分享上帝予我的负担，就是我等来迦南教会牧会做牧师，但是毋是只有这件事，是爱帮助迦南教会后一任的牧师，继续伫这个所在，会当将教会后一代、后一批的信徒牧养更较好势。不管上帝予我会当伫这个所在做几年，不管上帝予我当食到几岁，但是我真清楚，这个代志我若无完成。我将来见上帝时阵，我会真失礼，我会真歹势。今日咱要唱的回应的诗是492首，492首。主，当我有困难的时，我要做你车音，我心充满欢喜的时，要学乐你无停。第二集，我无要大心疼世间，才来传你的疼。无爱年老软弱的时，才要为你来行。好，第三集咱做伙读。我要热心为主跑走，为上帝国度无。将我骹手拢袂野身，紧紧来行天路。第四集，我心心要为你勇行，用虔诚服侍你，信心坚定，言行四正。时刻互你欢喜。最后一集，当我年轻，愿主经我，赐我望喜乐，所有困难拢献互你，做你尽中路幕。秋风长老，即马97，伫上帝来看，原来是少年，原来是年轻。当咱要活的时，就是少年，就是年轻，就是一本会晓行路的圣经。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有困难时，尽中来服侍。请咱做起立，咱来吟这首回应的诗。主当我有困难的时，我要做你车音，我心充满欢喜的时。要予努力无停，我无要大声听世间，才来传你的疼。无爱你老软弱的时，才要为你来行。我要热心为主跑走，为上帝国度无。赞我骹手拢袂野身，紧紧来行天路。我这时阵要邀请咱大家为咱家己来祈祷，为你的性命来祈祷，第一为你的家庭来祈祷。你是不是你厝内底好管家？求上帝帮助你，互你好好来管理你家己的厝。第二，为着你的教会来祈祷，你是不是有真心伫主的教会来尽忠服侍任职？尽忠伫主的教会做一个属上帝的人，
愿使想事你溃烂，互你尽忠伫主的教诲。第三，为着你天顶的祖家来祈祷，这个天顶的祖家是上帝要予你的，是你永远要徛起的所在。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听到上帝话，听搁去行，互咱会当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石盘顶，请咱做伙同心出声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上帝你爱阮来跑走迄个好的征战，就爱来走这条上爱走的路站，也爱将阮所信的信用好好来持守。愿上帝来祝福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家己的家也踮伫上帝的家，上帝你的教诲，会当尽忠做上帝的妻因。将来阮伫天顶的祖家，愿上帝为阮来存留，互阮记主耶稣的面的时阵，知影有公义的冕旒伫遐咧等待阮。阮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上帝阿乐来听，阿门。咱继续来唱第40甲第50。我的心心要为你来勇行，我心心要为你勇行，因虔诚服侍你，信心坚定的行使者，写给乎你欢喜。等我年轻。等我你听断主经话，使我望一路，所有困难拢会乎你，一对真中路步。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通过你宝贵的话语，搁一摆提醒阮，阮就爱好好来昆读上帝的话，勉励来善思，互上帝你的话成做阮一世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所讲、所行、所做一切，拢当来活出上帝你的真理，来做一个传道你的人。对这时到因世代，愿的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这请坐。即时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起立。我的心愿何地，愿做龙潭里之意，下夜再见你修书。甘愿向你做。
比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稳定的带领，互阮会当过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你是阮的大牧者，你互阮丰盛的供应，拢无欠缺。即时正兄这来你的是阮宝座前，献上你所享受的时间、金钱、才能，求主感觉。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指挥长老来报告。兄弟大家平安。平平安。安。咱来看周报消息的报告。首先咱来介绍一对夫妇伊是桌球班的同学张婉英、肖文龙夫妇，请起来。欢迎来参加主日的敬拜，请坐。消息的报告，6月16总会事工的奉献主日，请兄弟来关心大道加奉献。准如长老奉献家己写作的册斗有100本，伊有家己签名，互教会开放互会友来购买，每一本300块，要购买请干事来接洽小会报告，7月初7举行今年度第4次的圣礼典，要洗礼兄弟请主任干事甲行政干事来报名。崇拜部的报告23月33号新堂的亲子式6月初9要来正式来使用，欢迎3岁以下的婴小朋友来使用。下礼拜来第2场的会前祷告是伫8点50到9点后礼拜开始第2场会维持19点开始国语场维持10点半咱这个调整是要较有时间来互相请安所以毋望咱会记住这个时间，会当提早伫这个8点50来参加这个会前的祷告6月22拜六。下晡6点半到9点半，嘉南教会要甲南崁教会联合礼拜迄天即个聚会暂停如果也要无参加的人，就参加周日的崇拜。第3季的服饰表已经伫教会1楼的公报拿后问题请总义长老来接洽。邀请会友交代参与交代，请詹翠芬长老来报名邀请 PPT 的会友参加导演音控的服饰，请用许淑慧执事来报名。教育部恭喜桃园市政府的闽南语比赛小会组演说第2名郑丽珠。朗读第2名是简忠义长老总务部的报告，咱为了教会5楼、6楼、甲牧师馆外墙以及顶悬楼的维修，甲大楼的清洁来祈祷求主互咱做伙来参与教会整洁的工作，甘心乐意来参与教会的奉献。财务部的报告。有用银行转账的方式的会友，请会记得爱电话通知咱的会计下一面蒙用的系统，卡牧师有报告伫迄个讲道中间，伊也有咧讲，咱做伙来学习来读圣经。伫6月18到7月15咱改伫台语1场，是伫6点半到7点，6点半。到7点，只有1场。6月18到7月15，咱要来读的圣经是希伯来书。社区的事工，6月19宋代讲座伊的主题是提升人生的高度，3个境界：见识、态度甲格局讲师是徐永正老师过来是6月16。
4抗议的到是要召开志工的干部会议，6月23要召开协会理干事会议。头仔咧讲的即个，咱做伙来读圣经。如果咱有兄弟无了解怎样安进入，咱会当来请咱的小组长，也是咱的行政干事，也是咱的主任干事来斗3工吼，做伙来学习培养读圣经。以上。好，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咱用台语来读2解。你的花冠现在已经为我准备好势，主公义的审判者，伫迄个日要互我，毋嘛互我，嘛要互隆重羡慕伊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章8节，你的花冠现在已经为我准备好势，主公义的审判者，伫迄个日要互我，嘛讲众羡伊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章8节以上。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献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天堂，亲像灯来我水，你蒙母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天堂，亲像灯来我水，伫蒙母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甲疼痛、信实的感动甲帮赞，甲恁尽大家三甲之地，互恁为着信仰来征战迄个好的征战，为着所主的教会来走迄个跑走的路站，也为着将来天顶的祖家来守条迄个着信的道理。愿一切的国、权能、荣光，拢是主耶稣对即时到永世代保证。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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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请坐别倒。
好，咱今日聚会到这，来让彼此请安，好，愿上帝祝福咱大家。